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大埔雲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今日進入第四日嘅聆訊，內容再次揭示咗一個沉重嘅現實。居民一直以嚟多次就工人吸煙、易燃物嘅堆放、發泡膠封窗、天井垃圾呢啲問題向管理處同埋法團投訴，但係多年嚟都未有得到有效嘅處理，最終種種失職同埋漏洞嘅累積，釀成咗一場奪命火災。喺聆訊上，多位居民作證，佢哋嘅經歷同埋控訴，為事件提供咗更加多嘅細節，亦都令外界更加清楚睇到背後嘅問題。住喺雲昌閣嘅吳女士指出，維修期間每日都聽到建築材料跌落，平台堆滿垃圾同埋煙頭，甚至聞到啲煙味攻咗入屋裏面。雲昌閣嘅陳先生更加親眼見過啲工人擔住口煙操作鏟車，亦都有人喺大廈嘅地下吸煙。佢直言承辦商監管係有問題嘅。雲志閣嘅黃女士就話後樓梯門多年嚟根本就打唔開，但係清潔工人就可以隨意開啟，反映管理嘅漏洞。呢一啲情況並非係偶然而係長期存在嘅一啲問題。住喺雲泰閣嘅阮先生痛失雙親，佢指出後樓梯嘅火窗、防火窗竟然被改造成木板嘅山口，完全就唔防火嘅，加上窗戶長期就俾發泡膠去封死咗，居民根本就冇逃生嘅空間。佢直言大部分嘅街坊都反對某間中標嘅公司，但係最終仍然落實俾嗰間中標公司去處理事務，反映咗肯定有啲嘢係我哋唔知嘅。另外一位住喺雲泰閣嘅張先生亦都描述，佢一家三口同鄰居困咗5個鐘頭，期間多次致電999，消防人員保持聯絡，最終破門救出佢哋。佢形容見到消防員頭燈亮起嘅時候好似見到天使，由絕望到獲救嘅嗰刻，令到佢感激到流眼淚。直言消防員係真正嘅英雄，呢一段經歷令佢至今難忘。住喺雲泰閣嘅鄭先生就指出，火災前曾經多次發現天井有發泡膠同埋垃圾，佢透過 WhatsApp 向管理處反映，雖然最終係有人清理嘅，但係火災當日窗戶仍然被發泡膠封死咗。佢希望委員會為死者揾出真相，而且鼓勵居民振作，避免同類嘅事件再次發生。另一位住喺雲昌閣嘅黃女士亦都提到，佢係首名致電999嘅居民，佢成功逃生之後目睹火勢越過圍牆，消防員開始灌救，但係水量不足，最終成棟大廈就起火，波及鄰近嘅大廈。喺聽證會上，居民亦都提到圍標嘅問題。雲福苑嘅維修工程涉及多間公司，居民普遍反對某一間中標公司，但係最終都係落實咗俾佢做。競爭委員會嘅代表亦都指出，雲福苑可能涉及2個或以上圍標嘅集團，唔排除會提出檢控呢一啲工程黑幕，反映咗法團同承建商唔單止係失職，仲可能涉及利益輸送。居民多年投訴冇人理會，最終付出嘅係生命嘅代價。我認為法團同承辦商嘅無能甚至腐敗，絕對係造成呢場大悲劇嘅原因之一。聆訊當中亦都有令人動容嘅一面。住喺雲泰閣嘅85歲冼婆婆就憶述，火災當日多次致電999，全部都好快有人接聽。佢特別提到接線嘅警員好用平和嘅語氣安慰佢，仲保持通話，叫佢聽住 BB 聲去開門。當時佢原本係非常緊張，但係警員嘅冷靜耐心嘅指引，令到佢心情放鬆咗。之後消防員到場，第一時間用保護罩套住佢個頭，
但係佢離開咗火場。消防員仲提醒佢12樓有大公仔要跨過，佢知道係一具遺體。消防員除咗保護佢安全撤離之外，亦同時將遺體帶走，避免遺體再遭到蹂躪。冼婆婆非常之感激，讚佢哋係香港嘅驕傲。雲福苑火災並唔係天災，而係人禍。居民多年投訴冇人理會，法團同承建商嘅失職令到嚴密堆放，工人食煙、防火設施失效呢啲問題嘅累積，最終造成煙囪效應，令到大火迅速蔓延，奪走咗無辜嘅生命。但係同時，消防員同警方嘅英勇救援係香港社會最光輝嘅一面。希望呢一場血淚嘅教訓可以令到社會反思，避免悲劇重演，盡快揾出真相。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，感謝大家嘅支持，拜拜咁多位。